存儲芯片迎嚟咗超級景氣週期，我哋可以睇到喺全球市場範圍裏邊咧，存儲行業啊，亦將會迎嚟咗一個超級嘅上行週期。喺全球市場範圍裏邊咧，目前存儲三巨頭佔據住絕對嘅競爭優勢。我哋可以從公開數據顯示咧，包括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科技，佢哋所佔嘅市場份額咧就已經係超過85%啦。咁緊隨其後嘅就係長鑫科技，長鑫科技咧亦都係內地唯一嘅 DRAM 嘅廠商。咁我哋今日咧不妨講一下長鑫科技，佢喺市場份額或者係喺佢嘅競爭力方面到底有咩嘢優勢。除此之外咧，有一件資本市場嘅大事係值得我哋去關心嘅，就係長鑫科技咧近期亦都係成功註冊生效。咁我哋睇到啊，從 IPO 申請到受理，再到上會過會，再攞到註冊生效嘅批文咧，咁累計只係用咗148日。亦即係話半年未到嘅時間，喺過去 A 股市場裏邊咧，特別係科創板市場裏邊咧，能夠喺半年唔到嘅時間完成從受理到最終攞到註冊生效嘅批文，呢個亦都係非常之罕見嘅例子啦。我哋睇到隨住長鑫科技嘅註冊生效啊，咁意味住接落嚟長鑫科技咧將會迎嚟上市嘅高光時刻。咁對於資本市場嚟講，點樣為長鑫科技進行定價呢？呢個亦都係投資者比較關心問題。咁因為對投資者嚟講，如果長鑫科技即將 IPO 啦，意味住佢哋又將會有新嘅打新嘅機會。而且長鑫科技咧，亦都係繼中芯國際之後有一家科創板嘅大型 IPO，意味住長鑫科技嘅 IPO 咧，未來潛在嘅打新中簽率可能會相對較高啦。我哋可以關注一下具體嘅數據啦。長鑫科技呢一次嘅募資規模咧，大概係295億元，發行之後嘅總股本咧唔超過708.15億股。咁從長鑫科技目前已經完成註冊生效嘅部分嚟睇咧，咁長鑫科技將喺不久將來啊正式登陸上交所嘅科創板市場啦。咁從最新嘅公開數據顯示啊，作為國內第一大嘅 DRAM 嘅廠商，長鑫科技咧今年一季度亦都交出咗非常亮眼嘅成績單。從今年一季度嘅數據顯示咧，長鑫科技實現規模淨利潤咧達到247.62億元，日均盈利超過2.75億元。咁如果按照呢個季度利潤去推算啊，長鑫科技全年規模嘅淨利潤咧可能會達到1000億元左右。咁如果市場俾到10倍嘅估值啦，當然喺牛市行情入邊俾10倍估值係極度嘅低估啦。即使係按照10倍嘅估值去俾到呢個定價咧，咁長鑫科技佢潛在嘅市值都可以突破1萬億啦。咁如果市場樂觀起身，俾佢30倍嘅估值咧，咁長鑫科技一開盤或者係上市初期，佢嘅市值就可能達到2-3萬億嘅規模。咁對於 A 股市場嚟講咧，長鑫科技可能喺上市之初就可以直接挑戰 A 股第一高市值嘅寶座啦。咁點解長鑫科技會選擇喺呢個時候選擇登陸科創板上市呢？咁背後咧亦都有一定嘅戰略層面嘅考慮啦。因為我哋可以從公開數據嚟睇啦，目前喺存儲行業裏邊咧，長鑫科技咧雖然喺國內市場係佔據住絕對優勢，但係喺全球市場範圍裏邊咧，長鑫科技喺DRAM 市場份額裏邊咧，只係排到全球第4嘅。咁目前嚟講，排名第一嘅係三星電子，所佔嘅市場份額咧，大概係33%到40%。排名第二咧係 SK 海力士，目前所佔嘅市場份額咧係30%到36%。緊隨其後嘅係美光科技，目前所佔嘅市場份額咧係22%到26%。咁意味住咩咧？意味住
存儲三巨頭佢哋所佔嘅市場份額啦，就已經係達到90%以上啦。咁長鑫科技呢一次嘅登陸 IPO，佢主要目的係咩呢？係要打開全球市場，打開佢嘅核心競爭力，要將佢市場份額進一步提升，起碼能夠躋身全球前3嘅位置。我哋可以睇到啊，其實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呢，佢嘅存在嘅本質意義並唔係話佢嘅市場份額有幾多，而是話中國市場第一次擁有咗自主量產 DRAM 嘅能力。因為對於 DRAM 佢嘅製作先進製程嘅流程啊，呢個係非常之複雜嘅，所以對於長鑫科技佢嘅成功，亦都係意味住中國喺呢一方面嘅自主量產能力得到本質性嘅提升。咁呢一次 IPO 呢，亦都係助力於長鑫科技未來能夠做大做強，甚至呢未來嘅市場份額啦，未來嘅呢個高端 HBM嘅技術能力能夠不斷去突破，咁資本市場呢亦都為長鑫科技呢帶嚟咗非常強大嘅融資能力，滿足日後長鑫科技擴大生產嘅需求。當然，如果從與全球成熟企業相比呢，長鑫科技單存儲三巨頭嘅差距呢依然係存在嘅。點解咁講呢？我哋可以關注一下目前具備HBM 生產或者量產能力咧，全球就只有3間，分別係三星、海力士同埋美光。咁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咧，佢並唔係話佢不具備 HBM 嘅能力，而係話目前尚未形成量產嘅核心競爭力。所以如果咧長鑫科技喺 DRAM 市場裏邊咧，佢目前所佔嘅市場份額咧大概係7.67%，依然咧係拉美光科技咧係存在15%左右嘅差距。但係如果係從 HBM 呢一方面去進行比較咧，咁實際上長鑫科技目前嚟講依然係拉存儲三巨頭啊，係存在住比較大嘅差距嘅。畢竟而家從存儲芯片嘅角度嚟講咧，HBM 先至係最賺錢嘅核心部分，而且 HBM 亦都直接影響住 AI 算力嘅上限，而且目前咧亦都係處於一種技術門檻非常高嘅狀態。所以如果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咧，如果僅依靠 DRAM 嘅市場份額咧，咁係不足以拉全球存儲三巨頭進行比拼嘅。所以接落嚟咧，長鑫科技需要不斷去完善或者提升 HBM 嘅量產能力，呢個先能夠係未來嘅核心競爭力。所以喺長鑫科技尚未形成實質性嘅量產競爭力之前呢，喺 HBM 呢個量產領域裏邊呢，存儲三巨頭依然係具備核心嘅競爭力嘅。所以即使而家長鑫科技能夠成功 IPO 啊，但係喺短時間裏邊呢，由於考慮到先進製程仍然相對落後啦，或者係 HBM 仲未達到一個量產水平啦，以及全球客戶生態狀態仲未達到一種高度穩定、高度捆綁嘅狀態啦，所以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咧，目前更傾向於本土化市場嘅發展，咁而且咧係不斷去鞏固國內 DRAM 嘅市場陣地，所以從短期角度嚟講咧，咁長鑫科技佢可能會不斷去擴大佢國內DRAM 市場嘅份額啦，或者係去不斷鞏固自身嘅核心競爭力啦。但係從長遠嘅角度嚟講咧，長鑫科技佢嘅目標就係要實現國產替代嘅持續去突破，同時要喺 HBM 等高端存儲芯片領域上咧，要佔據一席之地，要逐漸形成一種量產規模化嘅發展，呢個先至係能夠躋身全球存儲三巨頭隊列嘅一個先決條件。所以對於長鑫科技嚟講咧，未來可唔可以喺 AI 高端市場
高端存儲芯片上咧能夠擁有一席之地咧，咁呢個亦將會直接影響到長鑫科技未來嘅護城河以及未來嘅核心競爭力啦。所以對於呢一次長鑫科技嘅上市咧，確實係具有不一般嘅戰略影響意義啦。而同時咧，長鑫科技可能通過呢一次嘅 IPO 能夠滿足相應嘅募資需求。咁此外咧，能夠為長鑫科技之後走出世界，能夠不斷提升全球市場喺 DRAM 嘅市場份額咧，亦都係提前做好鋪墊。咁你認為呢一次長鑫科技上市，資本市場會為長鑫科技俾出幾多估值或者幾多市值定價呢？歡迎大家關注我嘅節目，同時亦都感謝大家喺評論區裏邊暢所欲言。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